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不期来呢个节目。今本日大家来讲只好消息，该是呢个网志家叫出新嘅钻石，哇，两种钻石地图非常嘅多年，就在谈到某强强挑嘅客家歌曲，尤其是早安强非常嘅有意思。今日咧分享你今屆创作歌手网志家分享。特别，咱好特地甲玻璃，我是王迪家。耶！哇，这个绕墙诶，哇係你老自家當好嘅，就你講係朋友，又係幾條擺嘅音樂 MV 嘅土壤，太番薯。大家好，我係雲林太番薯，太番薯，太番薯。我知道你為什麼我第一用誒要抓，因為你覺得你這個肚子很有肉，係冇？係啊，有意思冇？係嘛意思？太番薯誒，就按卡數講太韓系。太韓系，係太韓系哦，東廠嘅胡蘿蔔韓籍啊，所以意思講，挨巴都，你可以吃到講你嘅肚絲入邊有青豆嘅肉，像太番薯強嘅。係啊，就羅先生就冇啊，講奶奶啊，冇法度做太番薯。啊，今天真的哈，清房一周内有唱到亮啥啊，来到节目第一度哈，喂，基本应该我帮忙记掉，其实我阿牛青台呢，因为用来讲掉，因为他们要说早安课，挑战我给听力，可是我又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觉得早安课你听起来它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腔调，我自家系爱用感觉哈，不过有意思嘅系你两解后生意，你等下会讲早安课。咪唐的是西安腔，没讲西安腔；唐也是回流腔，没讲回流腔。哦哇，这个是真的，你们，我可以说你们两个是语言天才嘛？这样讲。有靠那个熱情啊，愛靠熱情哦，愛對客家有愛就好，有我靠辦法。熱情，我靠客家有愛，這兩個人就是對母語非常非常熱情有愛嘅你來講一下，來兩位都各自分享一下，你們是。怎麼樣來講一下這個學客語，或是你們的客家客語背景很有沒？我都看客家電視台，用我關鍵字來學客家話嘅。你覺得他是不是故意準備的？冇，真定有看嘅，他故意這樣講的是嗎？我個網價吼做咧暗號，我都唔知個每秒要花幾多錢咧，係咪當貴啊？還好，哇，謝謝導演。對，他是也按用好客家話嘅，唔單止按用語啊，錯冇？其實你也是在這歌場第一路慢慢請到客家嘅語言認同。錯啊，因為是到做咧基隆市有當到嘅國家吼，佢嘅民主建來嘅，佢嘅語言咪要建來就像嘅 Israel 佢。你自世界大戰過後，佢就冇國家了嘛。世界本佢嘅國家 Israel 啊，佢就講，你一個族群叫乜？按照乜嘅名 Hebrew 希伯來人 Hebrew 就冇佢嘅阿美法，佢就自一個 Bible 選出來嘅。每一字每一句都出來，故說佢嘅國家就有自信啊！我就做咧講，我係 Israel 經營啊 ，OK， 所以故說大家就講，就我係客家人嘛，我講會六橋啊，你就可以說我係早安課，對不對？那自家咧，我係細時間就阿公就有同我講，你係客人啊，安尼啊就有關心呢一件事情。啊，過來因為到高中有一個機會落去參加學校嘅比賽，安尼啊就有那個，因為先生就講啊，你就吃看啊，反正那個羅馬斯差唔多啊，那通差唔多，啊你就來代表學校去比賽，就安尼開始去學。那個時間我就當年讀寫那個散文，就講。我就用寫啊，可能就寫100-200字，安尼就像日記安尼就講，當你落去記錄啊，用寫翻譯啊，留記翻做客話哦，係留記講翻做廣東話。哦，真的嗎？真嘅？我嘅 Facebook 啊，我之前就按嚟去練習啲，但係都大學3年生嘅時間真講。開啫，因為就講唐嘅說愛會寫那種客家詩，但係就唐講呢個話吼，講呢件事情對我來講係較困難嘅。我相信對人哋嘅學生朋友咩係強用嘅，就講你冇呢個環境啊，冇呢個機會安尼，係後來搞呢個社會朋友係客人嗌真敢講安尼，就有呢種嘅環境之後，真有。你客話真講會較好安尼，真講。
我是觉得自家是很谦虚啊，轻强。其实公司开发，其整体可以有按有个热情，然后有按有个族群认同，然后对。也有兴趣，古时候他真的就是轻音人的后期给客家话，但现在按用一下客家狗，我觉得简单公以来，我在他们的身上真也可以看到热情，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爱客家人爱族群认同，爱吃到那种哎，可是爱吃到你可以真也发自于内心深处有按用跟热情了，后续按用给客家话，所以他只是比较谦虚的表达，包括什么交客家女朋友也是。不过更多鸦片，基本来到鸦片可以通台家的分享，就会讲你真的有个新的专辑要跟大家来见面了，你就会简单小给一下冇？你今年會用信用卡來那個形式來發一種你嘅那個精選集，就講因為之前有那個高條王啊，同信用卡啦，還有我去年嘅一個有那種單曲啦，我就想講有一個好嘅機會用現場 live 嘅形式來去做一個精選集，就講特別嘅地方係講佢係你今年有那個巡迴嘛，就同那個北中南台灣各地嘅那個東西，同佢錄下來，變做一種 live 嘅專輯。而且公司開發但現在有年很快的在年代時間就可以有實體專輯跟大家見面，對不對？係冇唔錯，嗌去揀咩十分期待，那個 T-shirt 就會講有詩人強咩，有這樣強嘅歌，好有趣。就講希望大家來學客家之外，咩做得學這樣嘅客家就講詩人地位咩有這樣嘅，就講。精選集就有發圖講那件事情嘛，冇一般嘅翻譯，一般轉寫嘅話就譬如會亂踢啦，會講一下詩人一下這樣到底係啲寵物嘅。唔過一擺冇上過，因為一擺係精選集錯嘛，精選嘅，比如說地圖有冇強嘅強條，所以大家請期待，等一下也有機會俾大家來談到。唔過講到呀專輯底度有一首歌曲，這個 MV 也是導演拍的，對不對？我要來講一下要一首歌曲嘅名，大家認真聽一下誒，這很嘅朋友，對吧？錯冇？講。這很嘅朋友，這樣嘅早安課。走你改朋友哈，古時候這是一個客委會的校歌計劃，對不對？我們等一下好好來介紹一下，好好來收給一下。後面我們先來看一下透妍帶來的 MV， 好冇？好，繞牆手語改用前面強下來看兩段音樂嘅 MV， 這很嘅朋友。情風發蹦蹦跳，朋友很聽愛講，前途家志向，朋友很聽愛講，不過你看係認真跟輸笑，研究模樣車。搭車生活太細，用手面色研究模樣車，理財好夢，做人是誰，全難辦難人生的路，很從愛來分。怎麼樣？八故事，會通冇？有一些。哦，家看到的就係一種全是地圖嘅
这很的朋友的 MV 从哦，哇，我哋 MV 底部的后半段有看到青岛舞拍嘅照片，那都是真景嘅照片，就是授权的一些真正的历史照片，对不对？系啊，拄好礼拜，因为个轮背上吼有夏威夷嘅委员吼，因为夏威夷咪希望人哋同委员啊多来讨论啊，多来思考安样做啊。委员拄好咪喺同兴国有嘅好友哦，啊佢拄好就打廿年就有书记咧按到嘅录相片咯。啊，同兴国有其实係76年嘅，我記得係76年嘅無按球嘅學校啊。咁講佢看到嘅個錄相片吼，真懷念咧，真等人寫。我想動性國小迄個看到倆首 MV 啊，非常嘅感動，談到因為歌曲啊強動感動，還有乜嘅故事聊下，你等下張總來講。其实东坡伊走在绕墙都几架啦，你看投染台饭书那种节目地图，我只要一讲到台饭书，你就要立刻摸肚子，是不是？再一次台饭书导演。哎，那个太繁书，好可爱，动等一下哈，因为记得有到今年年代出的精选集了，对不对？非常改长的哈。上段节目有谈到一首好好听的歌曲，就是跟学校有关的歌曲。刚刚导演有先简单讲一下，地图改相片其实是很多都是将近很老的那些黑白老照片。你说学校已经70年了嘛，对不对？有一些授权，要不要好好来分享一下这首歌？你录相片底部的人都会讲。文林卡书都会讲这很强，哎，这行业真名很让人觉得很兴奋哎，你知吗？其实那个东西就讲当初录的东西啦，当初你就讲印象还讲记住底部的东西安尼啊，我要写的时间就讲因为客家其实你的老朋友，因为拄有讲啲记住底部的东西嘛，故说我就想讲你要将那个老朋友用讲出来，这样有发出，几张有发出存在安尼。故说用个老朋友，其实就会讲，赵安克，早安，他其实就像迄老朋友共用诶，我们会讲出来，就是我们才有办法去就是强化自己损财。那个老朋友这样有发出批判你啦，係用安尼嘅方式。故說底部那個人吼，其實係你嘅客家安尼，客家你就客家其實就係你嘅朋友安尼。你要想辦法同那個老朋友用講出來。太棒了，貼針地位每嗨哦，要數個嘅這個發表啊，那個學校有冇學校清歡喜吼？有沒有？因為你想看下，對一個學校來講，你突然多了一首很代表性嘅歌曲，迄個係學校，不是人，就是迄個係學校，我會覺得很興奮，因為我好像擁有了一首主題曲，按我嘅感覺，錯嗎？對吧？但係那個好歌啦，就是講下本學校嘅歌，就變個那個意思。對，下本學校嘅歌，而且又是東興國小為主，對於我來講，迄個係學校，我就會覺得我多了一首主題曲，按我嘅感覺，也係我嘅歌曲。有一個人送我一首歌，而且這裡面的導演也是裡面那個整個 MV 的拍攝也是導演的創作，對不對？除了這些老照片，你特別剛才分享，有沒有什麼你特別的點，你會特別來講誒？特別來講咧，就是因為人哋招安下年吼，唔係同其他嘅客家種打相同嘛吼，還係打山嘅地杯，人哋係平原吼啊。其實你昨天看到地杯都咩冇共用啊？係啊，地杯都有老人家種菜吼，有係啊有。按道嘅菜其實都係寫得議論論杯種嘅，啊送台北來，台北啲麵吼，搶走啲食都吼，雲林50塊錢，台北120塊錢啊，運費
懂龟啊。可是听了真的很心疼。我额外讲一下，因为俺有去这片凤门糕，真给一熊给吹可能就几10块而已。可是你来到台北，这是一盘60口，吃2口就没哎。那这中间其实哇，好，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哈。不过也就会给不你同大家分享给 MV， 我觉得很有猜题跟咪西哈，感觉很棒。咱讲到亚哈，其实给不你东方戏在自家做的来到亚片，我特别同大家来讲，一般来讲你讲到自家的时间，你很快就是直觉会想到，不是少女卡拉吗？什么小木卡，黑毛就会告头无？你要不要趁今本亚机会，好好同大家来讲一下，你2个目标嘅素材？其實喺做教條學網喺因為嗌信用卡啦，又拿到又因為金曲中之後咧，就講嗌嘅主線又來拜託嗌啦，又來託夢啦，哇！嗌就講好啊，冇問題，你來同嗌安排。結果佢就要安排那個人來安尼，因為乜意思，他祖先有 Maggie 啊，祖先有 Maggie， 係要來用埋講咧來體現嗌啦，希望嗌做去做呢件事情。佢講啊，你按引導按背。學西洋話就來個學呢個這文化，來做人哋呢個合法嘅事情。故所真嘅係同人哋呢個老朋友講出來，佢將會 live forever 安尼。就故所咧就有讀到人哋呢個阿茂同春琪啦，就講故事同貝斯數安尼，就講有讀到阿茂係輪輩。阿茂嘅爸爸係輪輩人，那個春琪爸爸係議論人，安尼，人哋都係都市嘅那個聲音嘅，就講。故說簡單講又，其實教條網做啲講係雲林崙背嘅限定，做啲人講嘛，就是雲林诏安縣限定，排誰？雲林诏安的限定，就我們去到某區嘅地方會講，這是這裡的限定，故說你嘅就會。你的诏安的限定怎樣講？錯，就講係一個計劃啦，就講可能捱歷史上哦，可能會花20年啊，10年20年來去做呢件事情，冇想到咧按腳就有法度去爭一種轉型出來，安尼捱起咁樣冇想到。你啲用嚟講嘛，除了你們2個很努力之外，其實這個祖先有保佑。做啲人講嘛，你看從托夢開始都呀，跟轉型地都有一首歌，诏安腔係人講嘅，就是者愛嘅，對，者愛嘅，就是做我的，走愛改。這首歌要不要介紹一下？讀那個歌唱啊，就講愛出開始去雲林嘅時間吼，乜嘅都談唔成，安尼，阿婆就緊講啊，就談唔成。故所咧，我就其實咧，我試轉去對雲林試轉去台中嘅時間啊，我就會留目子，我就想講啊，我嘅人生嘅路就從那個高速公路強用啊，但係阿婆唔係啊，就講我感覺我應該會把握那個時間，就同那個雲林嘅老人家相處，同佢練那個法，我就想應該會夾同那個東西去長出來安尼，就會用安尼。表示用安尼表面嘅精神下去做呢件事情。做我呢個歌咧就講，因為我去年呢種專輯係寫講，以雲林嘅呢個地方為主嘅一個主題來寫。做我呢首歌就會講，因為人哋嘅爸爸都係雲林人，但係人哋都唔係雲林人，呢就係一個城鄉差距嘅問題啦，就係講都市同種下嘅一個問題。故所我就用呢個東西來去寫，就講人哋嘅爸爸為到佢愛做事啊、打拼啊，係像我爸佢想愛做醫生，佢就無法度啲雲林，佢一天愛出外去讀書安尼，叫嘅之後佢討嘅家嘅咩唔係雲林人，故所佢就嫁到台中去，就講人哋雲林嘅那個爸爸都嫁到無窮嘅地方安尼，所以雲林的男人真的很棒。要數高級嘅結論就從哇，所以鄉親朋友談理解自家講大家對呢一首歌曲聽出當後期，根本沒有帶幾個歌曲咯，大家都分享，所以繞牆所有嘅鄉親朋友向下來看一下，要聽下呢條歌曲做愛嘅。
我的悲哀，无法度回转青春的期待，无法度确定答案的色彩，无法度感应甲你的未来。我心不再烦忧，找到家己向你上真切。做爱上好做的，让人生愈变细，通了梦里愈深昧，真切。做爱上好做的，红把你上遍地，是讲是爱，也有是假。太短了，要听久一点，江总得，黑毛，是这样要分享一下亚述狗熊吗？那首歌其實就會講寫你爸爸的那種心路歷程啦，就講其細細時間吼，大家都講啊，講學冇嘛用啊，而好學習好落法，安尼將有法度去讀書讀書安尼。但係就那個歌咧就講條件係好落法啊，後背係學法，就講其細細時間吼，佢就動。拼命去學了個好落法，但係之後咧，佢啲讀書睇嘅之後，佢即家認同佢即家係學人，故所做愛想愛做嘅吼，啲人生路大變嘛，就講愛真正愛嚴轉愛即家認同嘅時間，愛現切愛講學法，愛現切講做一個學人講學法，故所佢係一個佢即家人生嘅那種理想同即家思想嘅一個轉變，我咪用語言嘅方式去同佢做一個表現啦。所以到底地圖做啲頭度，記得要學路強調係用解呈現吼。哦，還有當到解神奇故事，然後大家咧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再嚟講。你上台節目有談到該條動好談嘅歌曲，地圖嘅 MV 吼，你咪看到當精彩，突然地圖用到特別又用到修耳，哈，這是你的這個特別的巧思，從網頁分享一下冇？好啊，因為沿着雲林嘅人吼出外打拼吼，都係在內邊咧，都沙丁埔和迄蘆洲、蘆洲吼，佢之前吼70年代去咧做學手。啊，無法度做學手，就做學道安，係用。啊，其實都係雲林嘅同鄉啊，雲林早新北嘅同鄉，按多年哦，70萬還係80萬外年哦，按多。啊，其實出來打拼吼，佢有動多嘅事情吼，佢要省法嘛，做事情佢都講法語啊，還係就無法度講就按卡書。啊，術語咪係術語係。你係懂愛嘅術語，你看嘅是愛嘅術語，你才懂愛嘅心情嘅你。故說你懂愛，你啲愛嘅客家話，愛講卡數嘅世界，你懂愛嘅卡數。做得了解。做得了解。愛出外打拼，愛無法度使到阿米煮嘅素魯菜嘅心情吼。一沿着有當多嘅沙丁埔道係北港啊水那嘅人吼，佢都懂想念佢。見那個北港嘅時節吼，都會去點一碗嗰個水雞湯吼，按用講，
水鸡拐子通，拐儿，拐儿，系啊，叫懂事呢那个拐儿，所以其实就是手语、手语和头燕学的一种方式，想表达就是刚才那种心情，从毛就是我们说不出口的很容易，你用手语的方式来表态，从毛是可以这么讲啊，简化来讲是这样，对吧？哈，其实就是因为大部分的观众都无法都看到手语迄嘛个意思啊，其实那面上手语也迄咪迄台湾常有嘅手语吼，啊，古时候爱说。上老观众去了解那个你嘅心情，无法度讲出来那个心情。爱用嘅感。术语咩係一種本土嘅語言。OK， 你看到所以你係突然破了show MV 嘅是特別中嘅一個巧思，對不對？不過基本呢兩團節目要到大家都講，其實你兩賽又去到馬來西亞一張演，對不對？這個是一個好像。這個也是一個尋找的歌場，係冇？第一度有青島嘅秘辛吼，我們這個基本唔有機會講嘛。不過清楚嘅事情係你遇到了一個人，給下要藝術歌曲，然後自家同他老給編曲，對不對？下曲，下曲，我們很想聽你現場演唱，不過你可以先簡單分享一下，你為什麼會幫他寫曲安樣你？你禮拜去馬來西亞就是講去尋那個謝安客啊，就講喺講台灣之外嘅地方，係唔係有人講那種米西嘅那種腔調嘅那種話安尼？結果就係講當時咧，假使有那個鄉親朋友有講那種福建嘅種族嘅客話，歡迎來聯絡 Andy， Andy 嘅 mail， 就講嗰時候 Andy 其實去尋客家公會之外咧。請客家公會之外咧，Andy 又有請一個地方，就是福建公會，真見有本來請到，但係咧佢哋都80人、90人嘅，呢個照按呢個客人吼，平時間呢都參加福建公會嘅法統，冇參加客家公會，可能係語言啦，係講呢種冇相同啦，但係就講因為呢個機會吼，我哋聯絡到Andy本人檳城檳城檳州檳城福建嘅公會安尼，嗰時候就聯絡到那個伊朗老師安尼吼，伊朗老師家媽媽係客人，爸爸係福建人安尼，嗰時候佢就對客話咪有一個就講佢有呢個客話嘅認同安尼，但係佢自家係講福建話，嗰時候Andy就用一個福建話來去合作寫一首歌曲安尼，因為佢講佢當活卒啊，佢講佢老婆得癌症，公司經營嘅無好安尼，佢需要下歌來去支持佢需要下歌來去設家鼓勵設家安尼，問我講我有冇法度，我聽到呢個故事之後，我就當感動啊！我講哇，一個50歲嘅中年男子，還有那種理想，還會做那種創作那種浪漫嘅，我下歌係一種浪漫嘅事情啊！嗰時候我就十分嘅佩服，我都唔知講我都50歲還有那種嘅。創作嘅能量冇，天初會有，嗰首根本要同大家嚟分享一首歌曲，錯冇？呢首歌按到命運嘅武術。那我來現場唱一下冇？我嗌到一棵樹。耶！哇，因為一首歌曲其實一開始看到歌詞嘅直接可能拖延，還是可能。那個自家意識到，這個歌詞，不過唐睇故事過後就情感唔同，就下有藝術歌曲。我拿到那個故事嘅時間就從，你冇從50人聲，我下嘅應該50人聲應該會下那種田園風光啊，還係講其他那種事情，但係就提供佢係真正讀到佢命運嘅一個轉捩點啦，就講佢要堅持下去安尼。那做啲來彈歌嘅冇？好。好。一鋪一鋪的鋪路，不管我身軀偌濟傷，我若是無勇敢，有誰代替我堅強？甲伊扯拼。我要顧兩隻，予我
我挑战命运的力量。我是命运的武士，不管拄着啥物事，若无坚定，无时间留住。我是命运的武士，运命我来做主，人生的路我袂认输，失败痛苦我袂认输。公司才发俺这都很适合那个胎狗哎，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有经历过生命的历练，才有爱用给感觉。你会知道，其实迄讲你是谁给你们讲哦，我是命运的武士，我无认输，你会知道讲哎，你讲是谁给你就知道，你就被听出去拄到青豆嘅辛苦嘅事情，你才会爱用鼓励去讲吼，也系亚数狗哎，给他不要放下来哈，因为天顶会同大家来分享，就会你手讲嘅歌曲。你可以讲一下吗？了数今年了数歌了数得到得奖的歌曲很多老年上攀安尼啊，那个灵感来源是我嘅一个朋友啊，佢同好写那个小说安尼，佢就写那个故事本来安尼，因为人哋都会合作写歌词安尼，啊，佢就写那个。故事本来就会讲一个谈恋爱的情形安尼，啊，家妹妹系黑人，佢系花莲的黑人安尼，啊，佢就你从头会讨论讲，动态的那个生来的那个问题，就讲当代男性、客家男性的问题安尼，因为从去年那个 Me Too 就动到那种露难民的那种问题啦，安尼啊，Andy 就会想讲，Andy 那个生来的咩系塑造那种传统的那种客家那种肤浅的一个样相啊，Andy 讲唔係講，Andy 又唔係安尼嘅人，Andy 咩想做一個新的客家人嘛，安尼，故所 Andy 就佢就寫那個小說啦，安尼，啊，我就那個迄個同好的一件事情啊，就講，Andy 咩做得來去對那個東西有表示 ，Andy 咩有 Andy 的那個向上寫來的態度安尼，故所就寫那首歌。過來就會講，底背咧有那個印尼化呀那個東西，因為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會講我個阿 Q 啊，我的舅舅，佢係偷那個印尼的那個爪哇人安尼，真就係印尼人唱佢安尼哈，就講輻射較無唱印尼的台灣人啊安尼，但係我阿 Q 唔是人寫，但係佢其實係印尼新出名，當到新出名的那個媽媽那係咩那個顏色嘛，啊我就想到講傳統的那個漢人吼，都會講有那個家暴啦，還是講有一些那種模糊的那種事情，大男人主義安尼。但係可能阿 Q 就唔會安尼啊，佢就對佢就當下佢嘅老婆啊，故所我就想講你嘅時代有啲進步安尼，就講過咗3-4年咧，希望你用你嘅那個歌來去療癒你安尼，就講其實你嘅男人係有法度做到嘅安尼。好，我講講節目嘅最尾你咧談自家帶咗兩條歌曲，你是談的歌曲是強下咧做認同。咁講啦，大家咧講哦，其實自家呢，其實天年下咧，大家下尾還有這個希拉雅語哈，大家咧敬請期待。大家還容易係講所有他專輯發行的個訊息都做得都應該免數來看到。咁講咧係你大家都繞向自家咧帶咗兩條歌曲。你係人生最樂痛的一日，用一切交換，燦爛一條流浪線風景，火的熱情還有浪漫。你係人生最樂痛的一日，用一切交換，你家上盤寫故事。唔怕故事，唔驚孤單。人生留意，向下就流。繞場大家來到不期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